花名到底係點嘅一回事呢？我喺中學嘅時候就有一個花名，其實都唔係咁好聽，但係男校同學間講嘢又少咗啲禁忌，所以諗到乜就會講乜。我記得喺中一開學嘅時候，班主任都會喺第一堂點名。以前唔流行英文名，所以都係按住點名表上邊嘅中文名直呼其名。我仲記得當叫到我個名嘅時候，其中有一位同學就按捺不住，用我中文名嘅一個諧音嗌咗出嚟，即時大家都大笑起嚟。我冷不提防有此一着，所以做唔到啲咩反應。而當時嘅老師可能都冇今日嘅老師咁樣敏感於學生嘅情緒需要，所以就只係以課堂秩序為重心，控制咗大家唔好再嘈就完事。而結果呢個諧音就成為咗我整個中學時期嘅花名，所有同學都會咁樣叫我。但好特別嘅就係當嗰日課堂之後，同學們都係以我嘅花名嚟向我打招呼，但係我都冇啲乜嘢被羞辱嘅感覺。而且後嚟嗰位嗌我個花名嘅同學就更加成為咗喺我中學時期最好嘅朋友。更甚嘅就係佢後來仲將我嘅花名傳翻去我屋企裏邊，令我嘅家人都知道咗我呢一個嘅別號。當然，花名有時都會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嗰個被冠予呢個名字嘅人，佢哋某啲嘅特性。喺舊年有一出好著名、好多香港人都睇過嘅電影《破地獄》，其中一位男主角由許冠文飾演嘅南無佬文哥，人俾佢嘅花名就叫做哈佬文。最起初，另一位主角由黃子華飾演嘅杜生，聽到佢拍檔嘅名嘅時候，仲以為大家會 hello 咁樣稱呼文哥，以為佢會係一個好好相遇嘅人。只不過介紹佢嘅人就話，你相處過之後先至會知。結果哈佬文其實係一個好難相遇、脾氣好臭嘅一個人。而杜生亦都花咗好長嘅時間同文哥去磨合，去到最後先至能夠進入文哥嘅內心，甚至喺佢死咗之後留低遺書俾佢，請佢為自己在生嘅時候唔識得好好相處嘅子女，為佢哋超度，打破佢哋心裏邊嘅地獄。而當中有一幕就係文哥喺臨終之前有機會同杜生有一段長談嘅經過。杜生去問文哥點解人人都叫佢做哈佬文，文哥喺呢個時候先至同杜生話，呢個其實係行內嘅人知道佢唔好相處，先至為佢起呢個名，而哈佬係要讀歪啲音先至係當中嘅真義。原來呢個亦都係一個諧音，係一個用嚟鬧人嘅粗口。雖然文哥喺行頭裏邊係最出色嘅一位，大家都會喺專業上邊去敬重佢，但係就卻用呢個名字嚟表明對佢嘅敬而遠之。其實今日我哋喺信仰當中嘅身份，我哋被稱呼為基督徒，其實都係一個花名嚟，亦都係因着初期教會嘅時候，信耶穌、跟隨耶穌嘅信仰群體，被世人睇見佢哋嘅特色，先至俾一班唔信嘅人冠以呢個名字。我喺好多年之前喺基道文字發表過一篇嘅文章，怎樣的福音，怎樣的教會。喺裏面我就曾經咁樣講，我話昔日使徒彼得喺第一次大型佈道會裏邊去呼召，彼得話：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但係點解要領受聖靈呢？因為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領受聖靈，得着能力，生命改變，成為耶穌基督嘅見證。呢個就係全天國嘅福音，就係成為見證，唔係言說 saying， 而係成為 being。今日教會喺世界面前又成為咗點樣嘅見證呢？老實講，我哋傳乜嘢嘅福音，我哋就會成為點樣嘅教會，喺世人面前亦都就成為咗點樣嘅見證。當我哋傳緊一個天堂嘅福音嘅時候，教會就會成為一個滿足人慾望、高舉自己需要之地。唯有當我哋真係傳天國的福音，教會先至能夠成為基督嘅見證。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手。昔日門徒因為喺世人面前嘅見證，被世人稱為基督的跟隨者。
今日世人又會稱呼我哋係啲乜嘢呢？其實今日我哋仲有一個非常近代嘅花名，係一個好本色化，一個香港人為基督徒所冠嘅花名。個名一啲都唔好聽，因為呢個真係一個粗口嚟。咁呢個其實反映住啲乜嘢呢？而昔日為何門徒會被稱為基督徒呢？今日我哋就會從《使徒行傳》裏邊去讀到呢個名字嘅由來。《使徒行傳》11章24至30節，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找着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手。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內中有一位名叫亞加布，站起來，藉着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到克勞第年間果然有了。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過去幾個禮拜都係預苦期，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個禮拜三冇去讀《使徒行傳》，一卷有關聖靈嘅工作，並且初期教會成立經過嘅歷史記載。喺預苦期之前，我哋啱啱讀過一大段有關福音將要突破耶路撒冷同埋猶大，將要進入外邦人之地嘅一件重要事件，就係哥尼流事件，同埋呢件事點樣去傳翻去到耶路撒冷。而今日我哋讀呢段經文嘅前文，作者就簡略地記載咗嗰啲因着司提反殉道嘅信徒逃離耶路撒冷，然後將福音開始傳到猶太境外外邦人嘅地方。而喺裏邊特別提到安提阿呢個地方，因為當時福音傳到嗰個地方，裏邊有好多希臘人歸主，而呢個風聲好快就傳翻去到耶路撒冷教會。因為呢個係關乎一個外邦人嘅教會，又係耶路撒冷教會唔熟悉，因此亦都可能係帶點擔心嘅事，所以佢哋就差派咗巴拿巴去安提阿去睇睇當地教會嘅情況。若果我哋仲記得當年保羅喺大馬色路上，復活嘅耶穌基督向佢顯現，並且使佢經歷過一段不見光明嘅日子，然後又再讓佢重見光明之際改變咗佢，然後選召佢作外邦人嘅使徒。當時保羅其實係需要去到耶路撒冷教會，同當時仍然留喺耶路撒冷嘅使徒相交，好更認識當時教會嘅情況係點樣，同埋要更多知道有關耶穌基督嘅事。而當時陪住保羅幫助佢可以進入使徒中間嘅門徒就係巴拿巴。而家經歷咗哥尼流事件之後，教會其實已經預備好向住地極出發，而啱啱有好多希臘人，亦即係外邦人歸信主嘅安提阿教會，神就揀選咗呢度成為向外邦人宣教嘅基地。所以當耶路撒冷教會差派巴拿巴前往安提阿嘅時候，巴拿巴或者係真係被神去感動，得知安提阿教會將要承擔使命嘅時候，佢就繞道先去到大數去揾到保羅，然後再一齊前往安提阿。最後呢個喺之後成為咗外邦人宣教基地嘅安提阿教會，就喺巴拿巴同埋保羅一同努力之下，花咗1年時間得以建立起上嚟。而我相信安提阿教會喺呢1年間，其實已經開始咗一定程度嘅宣教工作，並且喺外邦人當中建立起一定嘅名聲。所以一個新嘅名字就從安提阿開始出現，而呢個名字正正反映出安提阿教會喺外邦人之地所建立嘅形象。佢哋就係一群基督嘅跟隨者，喺信仰踐行當中，讓人睇見耶穌基督嘅教導。而呢段經文嘅後半部分就更加俾我哋睇見佢哋對先知話語嘅信服，佢哋對耶路撒冷去作出咗一個非常實質嘅回應。而相信呢個行動就更加讓耶路撒冷教會接受呢個同佢哋唔一樣，但係佢又完全反映出耶穌基督期望嘅一個名字。
今日我哋嘅身份到底又係點嘅呢？我哋嘅信仰踐行係咪又真係反映住基督徒呢個喺初期教會嘅時候被未信世界所冠以嘅名字呢？定係今日我哋生命所反映嘅，只係嗰個被今日嘅世界出於不滿而為我哋起嗰個粗口名字？今日我哋又要點樣去改變，好叫我哋唔好辜負耶穌基督犧牲性命而為我哋所換來神的兒女呢個尊貴嘅名字呢？而家讓我哋安靜檢視一下你今日嘅信仰踐行，然後問一問自己，係咪有好好活出神嘅兒女呢一個尊貴嘅身份？又係咪有好好咁每日跟隨主嘅引導，信服佢嘅教導，而配得上基督徒呢個名字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感謝你讓我哋可以成為你嘅跟隨者，並且讓初期教會得到基督徒呢個名字，好提醒今日我哋都要好好以信仰踐行嚟活出呢個名字所反映嘅素質。主啊，當今日呢個世界有人將唔好嘅名字冠予我哋，求你赦免，更加叫我哋好好反省，喺信仰嘅見證當中有啲乜嘢地方做得唔好，污衊咗你嘅名字。更求你幫助我哋醒覺，好讓世人能夠因着我哋嘅見證再次歸榮耀俾你。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